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1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就职了后，敢会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呢？张辉调也达成共识，会邀请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不过，这报告要安怎进行，调也党团13会来协商。目前民进党团是强调讲，爱总统随问随回答，这是违背宪法的。也那民众党团建议讲，照顺序来回答，或者是派代表回答，才是有春秋的方式。本案交付协商，由院长本人召集协商。前总统赖清德就要就职，立法院调下党团伫初十协商达成共识，将会邀请赖清德伫咧520就职了，到国会做国情报告，验过时间甲方式调下一块协商。希望未来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能够成为宪政的惯例。我们不设任何的限制。总统即问即答是违宪的，我们就要求拜托国民党和民众党，因为直接行使法所谓的国情即问即答，那应该予以撤案。台湾民众党也提出了依序回答，最有折中值，也可能是各个政党推票代表完之后，由赖总统来做一个答询。调查针对国情报告的方式，第二项分做随问随答。立委提出问题，总统爱随回答，就敢若是立委接顺行政议长共款，通问通答，看是所有政党拢问煞了，总统做一遍回答，或者是各政党分别通问通答，依照顺序顺答，可能是政党代表轮流提问。因那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华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随时要表决，因过民进党用人海建设。所有委员拢登记被发言来做动表决。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5月14号星期二上午9点继续开会，进行后续讨论事项。为了议事的和谐，韩国瑜再一遍甲调下三党团沟通，伫咧处理线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提案了，虽宣布议会休困，无过再处理其他的提案。华东快加环岛高铁草案，但则是议会这个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也那520新政府就要上任，外界烦恼讲外交敢会出问题咧。外交部长吴钊燮查考的时阵表示，确实有2个邦交国有长期以来问题。外界就理由讲是海地甲瓜地马拉。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要是爱看赖清德就职的演说，两方的关系是依持现状或者是有变动，这拢是中国观察的重点。我们的邦交没有问题，但是看到中国的这些作为也感到一些忧心就是会有长期的这些问题。大选结束了后，陆陆续续甲台湾断交，520新政府就要上任。外交部长吴钊燮查到讲，有2个邦交国长期来看会风真烦恼。外界推测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学者分析，主要要是爱看准总统赖清德就职的演说，对两方的关系是依持现状，或者是有其他层面的调整。这都是北京当局观察的指标。我觉得赖清德新总统上任之后，大概还是会，这个菜归赖谁，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大概还是放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是一些传统上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美日，尤其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积极甲盟友交流合作，希望外交有突破。日本前国防部长，也就是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安全调查会长小野士吾等，特别回应媒体的时阵，嘛讲到台日高站安保对话的可能性。日台関係については非常に難しい問題です。政府レベルでの交流というのはやはり外交上かなりハードルが高いと思います。ただ私たち政治レベルはその制約を受けません。日本の政治家はある時政府に入り政府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す。政治の立場にいる間にできるだけ台湾との関係を強く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小野士吾等表示，伊唔知影美国政府敢有研究台湾有代志的军事作战计划。不过日本为着要守护国土，会模拟各种的情形，拟定防卫甲避难等等的计划。嘛讲到台湾或者是菲律宾，唔检讨的情形，拢真值得警戒。透过罕有连接的这些国家，有必要合作，对维持区域的稳定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台湾已经甲美国讲要买3000架自杀式的无人机，总金额超过3亿的美金。不过，买的机型伫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争捌使用，而且捌受到电子作战的干扰，嘛因为安尼受到质疑。
美国製經亞導無人機是美方軍援烏克蘭的部隊前的武器之一。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報道，台灣已經向美方提出請求，要自殺式的無人機，可能包括經亞導300，更較大型的經亞導600和Otus 600。國講咱提出要買3000隻，總金額超過3億美金，不過國防部無加做說明。台灣到底有沒有要採買這幾項品項？目前是無法評論，也無法討論哈，因為在我們預算上是沒有看到這樣子的項目。我們把這個放在自己的國內生產不是很好，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就業市場，而且國防也符合國防自主的國家政策。傳出咱可能會買美製無人機，經亞導300型會當佇空中停10分，攻擊目標是人還是一般的車。經亞導600型會當連續佇空中停40分。Otus 600飛行續航力會當到4點鐘，兩個都會當攻擊裝甲車。不過經亞300捌佇烏克蘭的戰場受到羅西亞電戰的干擾，表現是受到質疑。或者可智商分析，電戰的手段是對抗無人機上重要的途徑之一。但是重點是佇個雙方佇個戰場隨時更新反制和反制手段的速度，嘛應該把小型的無人機看作是消耗量加大的大油，不是裝備。烏克蘭戰場在高峰期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損失到9000架無人機，這麼龐大的數量。我們應該把這種小型的無人機，不管是空拍的、勤監偵用途的，還是自殺無人機，都視為是彈藥。柯智祥講，親像土耳其和以色列這些國家，無人機的發展是真好，嘛會當看作是咱要買考慮的對象。嘛建議自殺無人機需要的數量是真大，除了對外去買，各大廠商嘛應該開始家己去做相關產品。萬一台海發生衝突，才會當有夠應對的能力。記者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咱做回來看今仔日早報的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蔡政府卸任進程推出轉型正義。行政院長陳建仁4月初1指示國防部推動軍中轉型正義教育。國防部講，國軍軍營區目前有252個兩種的雕像甲遺像，這並不是違權的裝備，會全部維持現狀袂拆掉。來看自由時報，柔道出球的選手楊永輝喺哈薩克大滿貫賽男子60公斤級一路拍入去冠軍戰，不過喺開賽無偌久，就去羅西亞的選手壓制，無緣摕到這一季頭一塊金牌。過來看中國時報，根據主計總處上新工業甲服務業風請員工薪水的調查，1月至3月經常性薪水平均是46030塊。第一季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是2.34%，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了後，實質經常性薪水是2減0.09%。第一季實質經常性薪水是連續3年呈現負成長。拄啊講到今年第一季實質經常性薪水連續3年負成長，這嘛代表咱國內企業加薪水的速度是對袂到通貨膨脹。那用平均的薪水來看，金融保險業平均一個月是6萬9，也若講做美容、做頭毛的，平均是無甲3萬6。擔任美髮師將近40年的 Andy 是髮廊經營者，除了頭毛型設計、頭殼皮檢測，洗頭嘛愛家己做。最近這幾年，連讀美髮業的學生囡仔都有減少的趨勢。美容美髮界了，已經沒有人要做美髮這一塊了，因為它真的很辛苦。你要達到4萬塊以上，真的可能比較難。主計總處七十公布3月份工業甲服務業全體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的統計結果，以行業別來看，金融甲保險業將近69000塊，出版影音甲兒童性業是67058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原來54000塊起跳。毋過看其他服務業，親像美容美髮按摩是35742塊，大數餐飲業是較無35000塊。到那個比較有成長性的產業去工作的話，你的薪資就會增加很多。那如果你是到那些沒有什麼成長的產業去工作，你的薪資就沒怎麼增加。那這個是一個新的趨勢，就會造成整個薪資的高薪跟低薪的差距會越來越大。中產階級的這個陷落的這個情形出現在這個低薪以及薪水凍漲又負債的一個狀況下，可能又會導致所謂的隱性貧窮的一個這個窘境出現。業內專家提醒，科技金融業持續高薪，按過來說產業薪水低。例如以主計總處公布，今年1月至3月經常性薪資是46030塊，年增2.25%。按過考慮物價因素了後，實質經常性薪資是43099塊，年減幅度是0.09%，等於是連續3年攏是負成長，顯示咱國內企業的加薪速度對袂到通貨膨脹。
最主要的，连续3年的负还是受到物价比较偏高的影响。专家认为，加薪国家通货膨胀的问题会让消费意愿降低，也会剥夺民众生活幸福的感受，阻碍企业营运绩效，甲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要安怎解决薪资差遐尼济，政府都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停车纠纷的消息。嘉义市平顶街一间餐厅，昨天暗时那像为着停车的问题，双方咧起冤家，有2个人去刀扑着送病院。那警方现场有查扣到1支假枪，嘛甲涉嫌起卡动手的4个人拢抓起来。昨日暗时，嘉义市平顶街一间餐厅传出烧拍的代志，有一间水电行的员工，敢若是早起甲厝边有停车的纠纷，双方起冤家，扭捏，互相呛声。对方伫暗时8点20左右，找一个人拿着刀到餐厅要报完仇。你有要紧无啊？对方闹啥在遮咧？你啥破案呢？伊算甲你救是毋是？我有相开啊！哦，我有相开个，刀仔要抬，我有相开。水电行这2个19岁加45岁查某员工，正面的手盘拢被开山刀抬着伤送病院。过程中，对方有牙枪伫咧讲要开枪，水电行员工甲伊拨开，枪6个涂骹留伫咧现场。经过我们紧急赶到现场哦，那现场还有有2、3名伤者在现场，那现场有看到疑似一把类似玩具枪。那我们目前已经有锁定相关的特定对象在追查当中。警方发现落伫咧涂骹的这支枪是刀具枪，也甲伫咧现场的4位当事人带登去讯问，同时调监视器用车立人，对抓其他杀人的嫌疑人。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个教练去互查某学生指控讲，这个教练捌甲骹来手来，甲往胸坎搁甲揽。有议员讲，受害者毋若只一个学生尔。而且，这个教练还佫有咧教校，要求市府带来调查。不过，这个教练强调讲，伊教校已经20多年，拢是教团体课，嘛袂甲学生或者是家长单独见面。伊讲，这个指控拢总是造谣。从我的背后直接环绕过去摸我的胸部，然后还有浓烈的动作，然后我也跟他讲说，不要碰我，我要告诉家长。他就说：“你敢告诉家长，我就把你推倒。”这个受害者讲出伊心内秘密，讲话是讲到后天。伊控诉5年前高中的时阵，去互迄当阵的教练性骚扰。有民代指出，受害者捌申诉，尾后拢是沉到大海。故是以手头来申诉的，都有4个人，上早会当回溯到10年前。不过，这个教练到大还佫伫教校。直到现在还都是在高雄非常的活跃，还是即将成为我们高雄市代表队的带队教练。那过去也是国家代表队的带队教练。事件发生时，被害人未成年，得于成年后3年内提出申诉。本案将依被害人的意愿受理申诉，重启调查。日本基金会嘛烦恼讲，若有教练涉及性骚扰，照目前的法令，就算撤照，也是会当私底下开课甲招生。建议都要建立自动工作认证的制度，互无适任的老师无法度搁软空棒。因为防指控的这个教练，伊是中华民国冰球协会、教练处兵协会受证的教练。冰球协会回应讲，目前已经甲停权，也拿另外一个协会嘛，等咧调查。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上课模式并不是说你一个人跟你上课1对1，没有，我们这边没有这种上课模式，我们全部都是团课。第二个就是说，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我不准学生跟我就是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这个教练去互指控性骚扰，伊是招拢好人，强调讲伊前到大毋捌私底下甲学生或者是家长单独做伙，嘛敢若上团体课。伊愿意配合调查，嘛有听这个教练的家长认为讲这是挑工作恶。不过，市府运动发展局强调讲，会持续掌握后续调查的结果，嘛有写批通知高雄市体育总会，爱严格审计113年初练代表队教练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联合国大会彻查表决，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来通过。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考虑予巴勒斯坦加做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决议的草案。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伫大会是起一个袂晓讲，现场甲联合国宪章掠破。那美国伫咧表决进前就讲明，
讲就算通过，嘛搁一届动用护国权。 Draft Resolution A/ES10/L30/Rev1 is adopted. 联合国大会伫吹查表决，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考虑，和巴勒斯坦加做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不过，并无予伊完全会员的地位加资格，只有参加的资格。 A yes vote is a vote for Palestinian existence. It is not against any state, but it is against the attempts to deprive us of our state. That is wh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so opposed to it. 包括捷克、匈牙利、阿根廷、以色列加美国等9个国家投反对票，德国、英国是投弃权。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伫表决进前就已经讲，就算是草案通过，巴勒斯坦立联的申请若送到安理会，美国将会甲今年4月同款再一遍用护国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伫投票进前的发言就批评安尼始做正见效，甲联合国宪章加求抗议。 You are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with your own hands. You have opened up the United Nations to modern-day Nazis, to genocidal jihadist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n Islamic state across Israel and the region, murdering every Jewish man, woman, and child.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伫咧2011年9月无法度得到联合国承认正做独立会员国。联合国伫咧2012年决定，将原本非会员观察员实体地位改做敢是梵蒂冈的非会员观察员国。公司新闻张伟林、钟建光编译。继续来看，伫台中第74线接国道1号交流道的工程，按算13要通车。不过，昨昏伫进行排水工程的时阵，可能是因为操作出问题。 害工程车柜的变气，有2个活立中的移工受伤。也若这案事初步的调查，认定是操作出问题，下令一部分停工，嘛要做处分。也若高公局嘛强调，袂影响到通车的时间。救护车驶去交流道，甲受伤的工人扛去林冷桥。台中市第74线快速道路，当咧做接国道1号交流道的工程，车站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工案的事件。 有2个活临证的移工，哪像对机器操作无熟手，造成2个人受伤的意外。现场有2名外籍移工受伤，身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据了解，其中1名移工对使用器械操作不熟悉，于施工过程中欲安装泄水口时，因操作不慎，致使另一位移工遭工程车挤压至桥梁。 警方表示，代志发生地点伫第74线北屯20道接国道1号上北14.4公里的所在，有工程车变气，对出一个伫车顶的工人，夹伫工程车甲护栏之间。另外1个人因为车变气受伤。台中市消防局出动8台车，21个人去现场抢救。迄当阵吊咧车底的工人是无喘气、无心跳，送去中国附医急救，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另外1个人倒手开放性骨断去，送台中营总，目前意识清楚。 高公局证实，迄当阵当咧做排水的工程，变气的车是检测桥梁的车，因若发生工案意外的原因要去调查。那发现有违反治安法的部分，我们先做局部停工处分。那违反治安法部分，我们会裁罚3到30万。这案事初步调查发现，检测桥梁的车当咧检查水管的时阵，用来固定退掉的架也无完全停开，车才会变气。目前下令局部停工，而且伊违反这案罚3万至30万。 不过，高公局强调讲，第74线快速道路接国道1号，按算13会举行通车的典礼，甲按意外现场会赶紧排除，袂影响通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来，咱台湾拍羽毛球的选手在国际上的表现是真出色，这嘛带动学生囡仔学拍羽毛球的风潮。在高雄有一个由体育选手创办的羽毛球队，因就对拍球有兴趣的幼稚。 全台湾行透透，去偏乡的学校教课，嘛斗阵做公益。下回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故事。咻咻咻拍球的声音来来去去，一阵教练带后山的台东囡仔拍羽毛球，入捌专业的知识。这是民间羽毛球俱乐部办的宽台下乡其中一场活动。
伊要伫2023年至2024年拜访13个县市较偏乡的所在做公益教学。因为阮学校真正无发展即种部分，所以就甲我讲，甲囡仔讲，你有这种决心，我就找资源。后来发现讲，不是欠钱，是欠人。他有梦想、有理想，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方法。我说，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因为我们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星星，然后想办法去辅佐他，然后给他一些方向。发起人陈定尧甲孙东轩，因过是比赛选手，是为高雄出来的。球队的成员大家拢是做无共道的，不过因为因拢介意拍羽毛球，因伫有休困或者是让旁的时间，就会小少出来做伙练球、做公益。阮想要利用阮的专业，会使互一寡打开始学拍球的球友，会使有一个安心拍球的所在。少年人组织做伙，就会产生一寡趣味的想法。球队嘛学外国的经验，办快闪活动来做推广。要让更加侪民众有机会了解羽毛球，认捌这项运动。其实我们这个想法一开始是从就是 Instagram 上面跑出来，然后都是国外的人现在在用那个什么就是篮球啊、足球啊，然后还没有人做过羽毛球，所以我们就想过来试试看羽毛球的这样子，投进然后就送礼物。一粒羽毛球对空中飞过，这阵为竞技战场体育的战士，为偏乡的公益活动，到年会较大的落练羽球，未来嘛要加向国际做交流。哪拍球，哪交朋友。记者吴定武、林建如，台东高雄采访报道。来看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初十开幕。今年计共有134支纪录片来参与这个影展。今年开幕影片是台湾摄影的高人张照东，伫咧1970年代翕的纪录片，纪念陈达，也有王俊祭典。伫这内底会当听到古早乡村的民谣，也有演过台南小王船真实的记录。譬如讲，这台就是较早，你若是要翕小规格电影，就甲胶卷装入去，用这安尼看去翕。台南厅这一项一项拢是古董，有要100年的摄影机、放映机，也有8米的福里姆。这是今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一部分，有放1930年至70年代民众家己翕的家庭影像，通看到台湾无共时代的生活。所以阮这个电视就是互大家知影讲，毋是干那大电影安尼尔啦，小电影甲小电影甲你家己的生活、甲你家己的历史，其实嘛就有关系。透过展览，希望互大家了解，其实纪录片离咱的生活真远，无遮尔学亲近。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由国家电影甲视听中心主办，今年的开幕片是已经逝世摄影大师张照东老师伫1970年代拍的纪录片《纪念陈达和王俊祭典》。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张照东翕的纪录片遮尔珍贵，都是因为伊甲咱的历史文化无样拢保留落来。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自1998年到今已经26年，张照东也是催生者之一。中心嘛真希望影展会当启发愈侪少年家共同来投入影视的工作。少年人要拍纪录片的工具啦，更较简单啊，讲你感觉有意义的物件，你要甲记录起来，咱就会使来遮看，看讲别人是安怎甲记录的。所以咱咧学习了，你就看讲，知影有一天我若看到一些物件，我嘛会使安尼甲记录起来。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自5月初10开幕，办到5月19。这段期间，包括台湾和国际参与的纪录片总共有134支，包括台湾探讨移工议题的9场，和国际落伍战争等等的纪录片拢看得到。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0度至28度。那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